第一点，人与天地同在，而不能与天地同长久者何以？皆因不知阴阳之道也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天为阳，地为阴。第二点，人与佛仙同体，而不能与佛仙同超正者何以？皆因不知先天之道也。要知道道啊，道就是我们的本性活性啊，本性活性才是人与佛仙无差别。第三点，人与君臣同行，而不能与君臣同富贵者何以？皆因不知布施之功也。布施啊，布施才能得福报啊。布施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体力的布施、无畏施，让人远离那个害怕、恐惧等等。第四点，人与万物同性，而不能与万物无伤者，不能与万物无伤者何以？要不要多一个同啊？好像一个同啊，还是同可以省略呢？与万物无伤者何以？皆因不知恻隐之心也。恻隐之心就不会杀害动物啊，能够吃素啊。守五戒啊，不守五戒，五戒十善，守五戒行十善啊，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啊。五戒不守啊，人天入绝呢。人道天道的话，都是要守五戒的。戒杀盗淫妄酒，仁者不杀生，义者不偷盗，礼者不邪淫，智者不酒肉，信者不妄语。不以规矩，不能成方圆呢。